每天半小时，朝晖帮你更多忙。大家好，我是朝晖。帮忙热线65181890正在开通，帮忙短信平台106212382也在等待着您的互动。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，留下您的求助信息还有联络方式。那从9月1号到9月19号呢，朝晖每天都会在节目当中送出3份月饼。中奖的观众朋友可以在游动字幕上看到您的信息。那在此期间，只要您把想送给亲朋好友的祝福发到我们的短信平台来，您就有机会获得幸运月饼1份。车坊啊，有位老人这2天呢给朝晖打电话说，他家从8月中旬开始就断水，一直到现在。这大热的天儿又没水，老人这日子怎么过呀？而更让他难过的是，断他家的水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儿子。你贵姓啊？姓张啊？你在车库里住着呢？车库里面可能。啊。眼前这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就是投诉人张老伯。他说他和老伴儿住在二儿子家的车库里已经3年了，而今年开始差点连车库都住不成。你们就住在这里啊？住在车库里啊？住车库里。什么时候住过来的呢？车库里你不晓得是了，车库不晓得是了，现在车库不晓得是。车库都不让你们住啊？不晓得是了。是谁不让你住呢？新妇不晓得是。水怎么会没了呢？我把你去了，狗山里拉杂。谁是谁干的呢？媳妇啊！看着神色凄苦的张老伯，朝晖注意到老伯的眼睛似乎有些不对。再问下去，得到了一个可怕的回答：匆匆忙忙。你这眼睛怎么了？眼睛啊？身子看眼无子，28块你们把一枚去，一球的看到滚过去了。哦哟，哭的说不得了，你让他说，回过去就把你眼睛打瞎了。能不能眼睛也要哭了真的？啊，哭了哭起来你看到。天哪！哎呦！张老伯说，就在今年元旦，为了300块钱，孙子用拳头打瞎了自己的眼睛。当时女儿第一个到了现场。来喊我女儿，是女儿，我痛得不行了，全身是血啊！真的，我看看，开车门来看，爸，你怎么这么血那么多啊？他说，看孙子打的，我要死了。我说我跟你去看。旁边的人都说你去看了，你不看不行的。张老伯的经历真的让朝晖唏嘘不已。而就在此时，老伯的孙子媳妇来了，一进门就承认水是他们断的。给谁断的呢？水是我们断的。你为什么要把人家水断了？老爷子这么大年纪了。赵辉，我跟你说，这件事不是一件事。他们在我们这里闹得不得了。他有2个儿子，房子不是我们一家拿的了，在我这里已经住了3年多了，我们水费都没要他。难道不应该吗？你说老人啊，对不对呢？应该，他那个平方不是我们拿的呀。孙媳妇说，当初拆迁的时候说好了，2个儿子家每家住3年，可是张老伯他们在2儿子家一待就是3年多了，就是不走，实在有些不公平。听到这话，张老伯的女儿激动起来。别打！我是我，别打！朝晖好不容易把2个女人拉开，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却突然发生了。干嘛呀？一开始冲上来打张老伯的女儿的是老伯的儿媳，而看到女儿被儿媳和孙媳殴打，老伯想上去拉架。就在这时，这个穿蓝衣服的年轻人看到后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冲上来对着老人就是3拳。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老人的孙子。在朝晖和周围邻居的阻拦下，这一家人总算给拉开了。此时，老人头上已是头破血流。什么事情弄到这个样子呢？他现在就是住在我张辉好讲话，住在我这地方的时候，不肯走，知道吧？你们为什么要撵人家走呢？但有一个乡下人2个儿子啊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这一家人一见面就剑拔弩张？孙子把朝晖带到了家里，要把事情说清楚。他眼睛怎么会坏的呢？不知道。
你现在让那个说的出来，谁说的？我就看你刚才你就这么打你爷爷呀，把你爷爷打的那个头破血，你怎么能上手就打呢？我的天哪，所作所为他怎么样呢？他拿着棍子在打人吗？你看你前面什么都没有，你上来冲了就打人，我是亲眼看见你的，不能这样啊，小伙子啊！说这个东西如果证据确凿的话，那我们温国律师的要判刑的。可以啊，我无所谓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你别现在说无所谓，你真的。话说到这个没什么意思啊？我可以打死他的了。我这么说，你们都拍无所谓。我恨到这个地步了，你们说吧。孙子为何如此痛恨爷爷？他的房子从哪来的？你这个你不能问我不知道。对于父亲的遭遇，张老伯的2个儿子又是什么态度呢？能不管吗你？老的管呀管的，我管的不是我，但是我去打他，我无处安身的爷爷，朝晖帮你忙正在播出。孙子的态度让朝晖十分奇怪，明明是自己的亲爷爷，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仇恨呢？你的爷爷奶奶怎么了？把你怎么了？你这么恨他吗？现在，你说说看嘛。我爷爷、我奶奶，我不去说他，因为他属于那个我父亲养的。对，那爷爷是属于我大伯养的，没错。然后呢，本来我这个房子呢是拆迁那个时候嘛，新拿到的，知道吧？拆迁房子给了谁？这个房子？我那个给了你父亲是吗？不是那个，我爷爷那一份呢是给了我大伯的。对。然后你现在的房子是谁的呢？现在那个。你这个房子谁的？自己的。是你自己买的，还是说这个拆迁房得来的？拆迁房得来的。拆迁房得来的是你从哪儿得来的呢？你爸那儿还是你爷爷那儿得来的？我爸那儿。你爸呢？你爸的房子从哪儿来的？你这个你不能问我不知道。那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爸肯定是从你爷那儿得来的，这肯定是这样的，拆迁嘛，对不对呢？很明显，对于一个问题，孙子一直在逃避，那就是房子的产权到底是怎么来的。朝晖从居委会打听到，当年张老伯